就是莫搁徛，即四个吼，一般拢感觉若像要徛较歹徛吼，所以就是用安尼记吼，甲伊记即个字起来啦，吼，烟甲药。 好。这个记扣记记起来。因为这四字的迄落，这四字的字足济啦吼，是安尼。拢会猜，拢会猜。哦。开始。这张红米，开始，先打开。好。 因为这四字的字足济吼，就是伫台语来讲吼，当然头前加足济无共的主音，就有足济字嘛吼啊，所以一般你也感觉讲啊，你安尼徛歹徛吼啊，进前咱上课是讲，其实你若看这字甲华语这个是共款的嘛，伊安嘛，啊伊安伊嘛是读烟有无？啊，我意思是讲，你会感觉讲啊伊安哪会烟吼啊，即马这是另外一个语音的音素的问题啦吼，不过就是讲，你若想讲这就是伊安烟，啊烟啊，但是咱台语是烟烟拢会使嘛吼，啊所以你也记讲，这字就是烟吼，啊 n 尾换 t 尾，头前拢共款 n 尾换 t 尾就变 a， 完全共款的喙形，敢若是长底吼，啊当然这 ng 尾拢有平音嘛吼，啊这边拢完全无平音嘛吼，啊就是用安尼记。 这组字根字尖的，就是 n 甲 a， 吼，看到这款字就是 n， 所以的 a， 吼，特 a， 吼，好，啊，然后 ng 的 en， 吼 en 英，吼，啊英 ng 尾换 k 尾就药，就是喙形拢共款，啊，干那前差，这边无平音，啊，然后这边较短，安尼有无？这边长的，这边短有无？ n 尾换 t 尾，就讲你看迄个字尾吼，这两个是毋是嘛是共款，拢合顿嘛吼？就是你看到这款尾，伊的迄个喙形是共款，啊，毋过长短有差，吼，啊，所以共款即马就咱讲这三组嘛吼，就是 n 尾、ng 尾吼，啊。 这边的较无啥问题啊，合顿这较明显吼。毋过这边就是常常拢会感觉讲，奇怪，免怎斗？所以我是建议规矩就安尼规个记，就是这就是一字，莫搁徛，这就是一字吼，这就是一字安尼吼。啊，你白话字的嘛共款啦，你白话字这边这有无？你就是迄个，这个甲这个有无？这白话字的嘛共款啦，就是讲你安尼记嘛共款，你就是莫搁伫遐。 讲话拆啥物甲啥物安尼，颠倒歹记啦，嘿，这是白话字的传统白话字罗马字，教会罗马字吼。好，啊，咱这边这就是 n 对 a， 英对药，英药 n a， 吼，啊你若要记汉字，你看要记倒一个汉字，你当然你嘛会当记有注音的汉字啦，吼，比如你讲结果的结，迄个 a， 果 a， 迄个结，吼，结果的结嘛是嘛，吼。 可能是因为我拢无讲烟，还是烟，就是迄个伊着即马伊有名的人，可能敢若剩部分全腔的啦，就是讲讲伊足名的愈来愈少啊。伊早是不止啊济，啊即马愈来愈少，所以烟叶吼会感觉，当然你会感觉哦，这有伊吼，较会当连结，但是这是音共款音素啦，不管你烟啦 n 是伊伫迄个语音来讲是共一个音素，所以是。 啊，看你关系讲啥？恁遮敢有人关系讲烟甲叶咧，就是看点头章吼，尖两看有咧讲即种的无？啊嘛是有嘛，对啊，所以不要紧，你关系讲烟叶，你着烟叶安尼记，吼，烟叶，呛烟，呛烟，你若关系讲烟的，呛烟。 煎卵，煎，就是讲是煎啦，是煎啦，吼。看你若讲你搁带牙手，是毋是恁惯是讲煎卵？对啊，系啊。煎煎啦，煎煎，来煎煎要哪好？煎煎，不管煎啊煎啊吼，这边哪好？
免啊，什么主音，什么无音？支烟，安尼记啦。支烟也是支烟，吼，对无？烟，支烟有无？支烟，吼。啊，然后经第几条？经第几条？甲倒一个共款，三块裤裤人的偏底。三第一条。啊，剑即个剑的感觉是啥物？就是讲你看要用安怎想，你要想剑，还是要想剑经的剑？哦，反正就是变调推论倒转去，也是你知影伊本调是啥物款读音。你若知影本一字的是安怎读，你就读一字的是剑，小剑，大剑，吼。好，安尼啊，知影高一字也是上尾字是剑，安尼你就用剑来判断。剑就是衫底裤人偏倒一个共款，毋是底裤吼，高一字的是甲裤共款，所以是甲裤共款第三条。吼，啊你若想对讲，你敢若知影战争，你毋知影啥物战来讲，你用战争战，安尼就爱对变调想，战是变调，战是衫底的底嘛，也就是讲变调是安尼。所以照咱讲迄个考决，变调是这，所以本调就是这个，吼，所以变调推论倒去嘛会使，吼，你知影高字的是会调，你就用高字的是去想本调，但是你若万一敢若知影战争战尔，袂要紧，你用战是啥？战是甲底共款，吼，底是第二个，所以伊的本调是倒变这个573-217，就是要互你伫这个时阵用的。吼，安尼就会当写出正确的，不管你是战争还是战争，吼。第4条甲第8条拢袂啥清楚。你也用变调分啊，咱进前讲变调的迄个所谓的4到8D，就是你要用后壁有字的是去推论啦，嘿。譬如讲你讲迄个，譬如讲你讲。来读看卖，来一只，过啥物？过叶叶，嘿，啊这个无用，好，啊这个是感觉啦，你着要看你读出来是啥物感觉，就是结是悬啊低，结明的结是悬啊是低。悬嘛，所以伊就是本来就是第4条，毋免搁写调好啊，有无？吼，啊，譬如讲你讲另外一个，吼，譬如讲，即摆我是已经写互你看，毋过就是我即摆是要讲即个调的问题吼。吼，对，来，安尼安怎读？来。日诶，吼，啊，即个了诶，有无？啊，即摆问题是这我已经甲你写这第8条，啊，第8条要变加嘛，所以是要安怎读？好，即摆是即个，即摆是讲判断即个热，不管你即个是读热也好，读热也好，迄腔口无共，袂要紧，即摆是即个是热，热的热是加嘛。所以你若原本毋知这啥物调，但是你知影读是读热，热的时阵热是加，所以这个一定是第8条。当然你也听着毋对，音无法度啦吼，是讲也是正确音，就是热是变加嘛。所以伊原本是第8条，伊会变加。所以第4甲第8，你要用本调2判断，除非死背啦吼。啊，你若是用所谓你知影正确音，啊，你推论倒转去，就是伊后壁有字的是，伊是变悬还是变加？吼。比如讲，像这个词，敢会晓读？敢会晓读？啊，结发对啊，系啊，结发。啊，你即马先莫讲罗马尼安怎写？结发的结，感觉是悬啊加？悬嘛，对。过叶甲这个共款，吼。对吧？
啊，即个嘛共款。好，来，敢知安怎读？哦，对啊，你拢会晓读，即个是律，低还是悬？对啊，所以是第八条。啊，迄个法，毋知影第几条，你着搁想。法变悬啊变低？对啊，所以第四条。国搁毋知影搁想。国家国民拢会使吼。国民是毋是变悬？对，所以第四条。就用安尼想啦，当然你若知影音，就是会当安尼想啦；毋知影音就无法度啊。吼，知影音就用安尼想。变悬，安尼就伊本来是第四条，是后壁有字的时就对啦。后壁有字的时，就是伊的变调到底是变安怎？吼，比如讲即个，安怎讲？剧团是变低也变悬？低啊悬。好。变低啊！你讲戏剧，我都毋知影嘛。戏剧我毋知影啊，剧毋知啥。因为你戏剧拢有人讲啦，但是咱大部分可能因为悬低音基本上有小可较歹讲吼。加中低音比起来，所以大家拢戏剧，所以毋知影讲剧是啥物，到底第四、第八毋知。你着剧团就知啊。因为伊变低，所以讲伊本来是第六。对，变悬原本就是第四，所以是变悬、八变低。我一直请恁记即组数字考卷，就是要互恁判断，有啥咧判断迄落即种吼。字会调的时阵是会当用的啊，这是变调考卷，吼，57321当然你迄个全腔的就爱5373217啦，吼，全腔的就爱5373217，因为伊5变3、7变3，吼，啊这是偏将的啦，吼，看你要记倒一组，偏全的5373217，偏将的57317，吼，啊这后壁拢共款，大家拢共款，是变悬，八变低。今日你会转去教嘛？够忝。就是讲用一寡方法去互家己较好记啦，啊记久了就变你的自然反应啊啦。吼，即摆还无够紧是正常，因为还无够熟嘛。吼，有个人讲看迄个教会的迄个白话字圣经啊，讲敢若咧看英文的。啊，你看英文敢有看遐紧？可能嘛无，就是因为还无熟。啊，你若搁等你看较紧的时，甲看罗马字共款，你等你看较紧的时，你就会当一刷过就一抓有无？你即马中文、华文可能会当刷过就一抓，你即马台文还无法度，就是还无够熟尔。其实无啥物讲较困难啊，是无够熟，因为咱用的时间、开的精神无共嘛。吼，以早伫学校爱开较侪时间是写汉字、练汉字有无？背遐个迄个字要安怎写，吼，啊，迄嘛是头先有一段，一定是足艰苦的嘛。毋过要比较起来，迄个华文的，互囡仔、互学生的艰苦是加倍啦，比其他的文字来讲，因为伊毕竟较复杂。迄毋是讲好歹的问题，是较复杂。你搁爱搁音以外，你爱搁记每一个字无共款的形体，有无？你对所有的莫讲分什么国籍的囡仔来讲。这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字母啊，这就是一个字母有无？这一个字母，这一个字母，你看偌济字母？吼，所以汉字是较复杂。你变做你要学的过程，其实是要足济时间精神去记，吼，伊即个音对无？你当咱的囡仔咧对，恁有诶还袂，拢还袂读小学吼。还袂读写，但是有诶幼稚园敢若嘛拢开始啊，有无？知暗战，知吼，你着爱先学知，你先爱自身暗，哈，暗战，吼对，爱情后会开，吼暗哦，说安尼甲阮之前诶教法无共，无共时代，嘿，时代到，无共时代，我先即个啦，吼，先即个了，
敢若袂输主音即个，母音即个，即嘛声调即个，甲斗起来，因即马安尼好诶，就是会当先甲下骹结合韵，比如讲，若是中国就加一个乌吼，伊就变成乌按万，自身万，之万转安尼。安尼哦，好，这教法无啥共，不过原理差不多啦反正就是讲你爱去练即个也好，练即个也好，记即个也好，这拢是。若像咱咧讲罗马字对无？主音、母音、声调有无？道理是差不多啦，只不过汉字即个字本身较麻烦啦，较复杂，因为伊笔画的问题，你个有个人佫做讲究，佫会讲啥物？你袂使伤斜，还是伤安怎？伤安怎？迄个笔画有无？迄个写法有无？对啊，所以这是爱开足侪成本伫咧学这个字讲实在是伤复杂啦咱拄仔讲倒来这德学甲体学，就是讲因为两种拢会使，所以两种拢对啦。就是你要讲德学也好，体学也好，这就对日语来啊，日语的。好，咱今仔日咧要讲的这个绘本是算做过去阿叫想的绘本内底，目前啦应该是目前对，目前唯一的一本国中组伫得的原因是安尼啦，啥怎伊是得的主要是当初伫想讲这个册的型，因为是所谓国中组中学的所以好像是较想要互伊较亲像中学课本，迄是中学红仔册迄种，就是讲较红仔册，毋是迄个绘本的型啦。头起先来想象是安尼，落尾嘛是有搁甲即个画图者搁参详，反正就经过真侪讨论啦了，决定是要安尼型。其实安尼型对出版社本身来讲是困扰啦。因为你变做逐本无完全共款寸笑，你后摆要做一本寄的时，就是反正无共寸就会较费气。你迄个包装啥的问题，所以但是因为这是国中组，就是当初的考虑是想讲甲小学组中无啥共的考虑就对啦，然后这个真拄好是讲，即个作者甲画图者拢是高雄人啦，毋是，其实嘛毋是，本来毋是要挑工安尼，就拄好啦，啥哪拄好，因为即个画图者是高雄在地有一个叫做，伊个叫做啥物会伊有一个会叫做台籍老兵的一个协会，搁另外一个单位叫做战争甲和平纪念馆。伫个我毋知恁捌去过无，就是若后摆恁有机会去高雄，会当顺续去看者。伊伫个基后，也就是基丁岛啦，基后面顶，基后细细啊尔坐渡船对哈马星坐到基后伫基后遐，你会当坐三轮车，或者是迄落骑铁马，反正就是迄岛环岛无讲介久就踅了。其中有一个所在，就是叫战争甲和平纪念馆。无讲足大个馆啦，毋过迄其实是咧纪念一个就是过去台籍老兵有一寡即个抗争的代志了，落尾有一位即个前台籍老兵伫遐，我会记只是。自焚啦，落尾是自焚，落尾过身，落尾就是反正就因为伊的一寡抗争的代志去设即个战争甲和平纪念馆嘛，是要纪念过去的即个去南洋做兵的咱的前辈台湾人啦迄个画图者就是伫我拄仔讲的即两个单位，算做是拢捌参与一寡工课过。也就是讲，伊本身就是对高雄的文史是有真有研究的一个少年人啦。所以迄当阵
阮找伊画即个物件，虽然其实伊毋是职业的插画家，毋过就是因为伊对即个历史吼比较本来就有一个底伫咧，嘿啊，所以伊嘛是虽然讲已经有一个底啊，但是伊为着要画嘛是搁去订找资料，所以即本吼讲实在是爱真感谢即位画图者的投入奉献啦，因为伊。虽然头起先阮有甲伊讲啊，即个画图大概偌济时间、偌济费用，本来拢有讲，毋过伊落尾还佫关倒转啦，伊拢等于完全无收迄个费用就对啦，就是真甘心啦。啊，当然伊有即个算做讲迄过程拖足久的，因为佫讨论讲要安怎呈现啦是要啥物款的意象还是风格等等，迄其实开倒个时间讨论，嘿。因为佫有一点仔先罗马95号讲你要安怎呈现，是要完全真实会使安尼也是要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讲即种物件要呈现，其实拢是会足考虑啦。嘿，因为伊想讲要互啥物人看等等毋过问题是不管安怎考虑，因为即个册名就是无销，你知影意思无？本来咱是讲可能要互较侪人。莫讲一个就摆贴啦，啥物会当愿意看。但是安尼就是变做，除非你着号一个看起来拢无关系的名，可能较会去请一寡毋捌的人来看。但是偏偏因为伊即个故事主题原本就是安尼啦，也无可能改即个主题，所以就是落尾变做即本就是阮唯一上无销，而且是足无销的一本绘本，就是即本足侪人拢讲，因为是主题关系，但是我无甲确定是毋是安尼啦。就是讲，若准讲是毋捌即段历史的人来讲，敢真正看到即个主题就无想要买，我毋知。这是无，你爱看你是毋捌即个主题，还是捌即个主题？我即摆意思是咧探讨讲，恁是知影即个事件，知影即个主题，知影即个历史的人，还是恁是？青疏对这个历史、对这个主题完全毋知的人。好，毕竟就是看到这个风格，画图的风格就是较成熟的。毋是囡仔看的就对啦。感觉是互大人看。这嘛本来毋是要互囡仔看的。无啦，这是国中组啊，国中组就国中囡仔。对啦，毋是互细汉囡仔无对。这个风格是安尼，像是比较唯美的那种。唯美。跟我是写实啦，写实，会惊啊，会惊。啥物？无，迄是因为你小可知影这个历史还是主题。我大家加减嘛知道。无一定啊。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对一知半解是确实无想要买吼，就是讲因为无了解，所以就像我这毋知啥物碗糕就无想要买，也是安那。应该是讲一看就足叮当。迄是你知影历史对无？敢是因为你知影历史？看到嘛，感觉足叮当。无，敢若看册皮也是方面，也是讲册名。毋知影，而且毋知影事件，毋过听过日白。所以就是迄个事件是足叮当的代志。影响。搁有喷迄漆灰啊，嘿，搁乡里目甲台北里目有啥物无共款，有啥物关联？毋过这拢是措施无想要面对安尼啊。所以就是讲，嘛是小可知影历史的人啦，可能就是有可能过去听长辈讲，也是听啥物人讲，就是感觉讲，这敢若是足叮当的代志，所以就无想要买来看，是要互囡仔看安尼。这种心理。有意识的啦。我是想要买，我是就是小可知影，但是无足了解。看你若是看迄纪录片，纪录片，就是更较叮当。这囡仔就是较感觉，至少是透过画图。对，就是嘛是因为这有 QR code 嘛，用听的，就是较紧就是会。你有听过啊？未？我听过啊。恁拢有听过啊？这声就拢无听过。没错，真的，为什么要找男生练啊？是男生练的吧？什么意思？就是伊的声调出来就是安尼，无较等下当放互大家听。高雄里吧。什么？我之前有听过运动老师安尼。你听无感觉？哪有？这本哪有查甫？有啦，有查甫一半句仔尔啦。系啊。听这故事。
就是讲过对啊，你讲什么？心情无好，无啦，啊你敢若看着册皮呢？我是讲先莫讲听啦，就是看着册皮，叮当。但是我我家己，哈？我买这本书想买我家己。哦，毋是你要互。较大汉，我可能会对。哎，等应该较大汉，因为当然爱较大汉啦，你即摆讲遐人听无是讲，嘿。若是因为这是国中。嘿嘿，本来就国中做。国中生应该是。无法度。袂去买这种。无啦，当然毋是要互国中生买啦，是要互家长老师买啦。对啊，我就咧想讲。国中我就是爱看迄字足济啊，像你话正经。字足济，这就是字较济啊，比迄几本。本啊，就是。哦，迄较咱种较成熟的嘿小说。啊，毋过小说敢真正因就会看，我是讲国中生家长的想法。高雄228。上课本赶快按硬一点嘛。哦。当然，这个故事本身是叮当无毋对啦，啊，只是讲，我就咧想讲，准若是换一个名，敢会较好？就是有看到另外一个绘本，就是伊叫做很久很久以前火车来到这个岛，这样我可能无看在遮。啊，伊是一个画家叫做吴志文，伊画。啊，本来有想要讲摕来学伊嘛是讲2礼拜的事件。啊，伊的画图的内容就是无遐直接，就讲无咧讲一直在讲，这是2礼拜的代志，毋过伊就是透过一个真大来黑车的这个故事来描写讲国民党来台湾的即寡的台湾事件。啊，其实这本册伊就画甲足好诶。真侪家长伊嘛是透过。所以你讲伊的名就是无写出即个。毋是名的问题，是名甲内容。若安尼换一个，就是讲另外有一本是阮进前10集嘛，定用伊的图，就是陈玉珠老师吼。伊有甲228基金会画一本，但是伊迄嘛是直接就写228咯，伊写228小水牛啦。但是伊我毋知你有捌看过，就是讲。228小水牛，虽然讲有228，毋过伊内底就是用动物啦，就是画什么动物当然嘛是咧讲228，但是伊就是用动物。毋过伊迄嘛是直接主题就写228小水。所以讲，问题就是伊有小水牛啊，这有高雄啊，完全就是无共款调性的物件。不过伊迄本较歹安尼比，是因为伊迄无透过商业管道啦，因为即本是甲其他5本共款，拢有伫咧所有的册店。摆网络册店或者实体册店摆，迄本228小水牛是无啦，伊是无啥物商业的发行，所以这嘛足歹比啦，就只是讲反正就是平平安尼摆，就是即本就是无销，完全差不多。受众不明哦。对啊，受众不明。你受众不明。核心的老师甲核心的家长，那有隔。无我感觉是毋是一个吼，就是讲其实这嘛是一个有淡薄仔奇怪的现象，就是讲。因为这是甲规个台湾无经过一个正常的转型正义的即个过程，我感觉是嘛是有直接关系。因为安尼，所以咱对甲历史有关系。其实可能无论是228还是其他啦，就是即敢若讲到历史，就会想到啥物，就是想到迄种较无好的感觉，是讲较负面、较叮当、较安怎，拢是较偏安尼。历史的议题的册拢是包装甲较轻松的人较会买啊。对啦，是讲亲像周婉耀教授迄个什物少年台湾史，听讲是袂了袂歹。伊迄当然迄较可能像讲你讲的国中生以上，伊迄种就是字无讲介济，但是至少是那像散文安尼，讲可能较好读的感觉嘿。所以听讲迄套是销了袂歹。毋过就是讲有关历史的题目的册啦。敢若拢有这个问题。是讲爱有策略性的把它商业性的把它包裹。对啊，参像斯卡罗甲地基，拢是其实嘛是甲历史有关系，毋过伊无遮尔强调讲，我就是。迄出迄落啥？迄出叫做啥？魏德森迄出叫啥？卡诺也是迄个。赛德克嘿。
啊，若亲像赛德克巴莱迄，其实。因为当初嘛是徛嘛是袂敢。但是问题是，我就包装来讲，应该算还袂歹，只是讲你看了嘛是叮当。我意思是讲，物件就是叮当啦，但是问题是讲，你是毋是有啥物手路要去包装来，互人感觉？系啊。对，一开始互人愿意来看卖咧，安尼啦吼。我边仔有足侪。就是查甫朋友，因讲要去。查甫的朋友。查甫的朋友，因要去看查甫朋友。足侪查甫朋友。足搞。伊嘛是查甫朋友之一。朋友为啥要去看？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台湾捌翕过遮尔大的场面的，想要去看卖，到底翕甲安怎好看？为虾米会好莱坞投资？啊，那安尼台湾三部曲应该嘛爱共款啊。我是讲，结果即摆还袂有洗出来，嘿，就是因为迄搁较大，迄是搁较大迄个。系啊，伊本来迄气势有出来，呀，前个规地咯。对啊，真可惜，毋知还佫有机会拍无。拄则我歹势吼，但是我拄则看着迄讲着黄奕文的，嘛是咧做2礼拜，伊迄本册就袂甲真好，是安怎？因为伊无直接讲着，伊就是用迄较明亮的风格，安尼明亮的用色，去。敢若安尼，搁较强调迄个火车是遮尔乌、遮尔大，嘿，安尼啊，我就甲问啊，本来要甲伊合作，所以我就甲伊问，我讲，安尼阮规回拢咧用台语，你敢会使？袂使，完全听无。哦，是哦。我讲按是安尼，下回你是真感谢你画即个画本发互我，甲阮囡仔有机会通好探讨即个议题。我讲你是安怎会经即个议题来做你的作品？我讲因为我去，这样会不会有点讲人话？我只是陈述事实我就是陈述事实。为什么他会卖钱嘛？那卖做这个东西就是有商业的，就是成功嘛。我就甲伊问讲，是安怎你会经即个议题来做你的画本的内容？嘛画甲真好。伊就讲是因为我去参加一个林权博物馆的活动，伊就是规定讲，譬如讲你著爱1礼拜以来，你著爱创作一个甲历史有关系，伊就用即个主题安尼来创作。落尾伊佫有定国有诶，佫定出版是玉山社甲出版诶，嘿。所以讲我心内就真。条件就是表示讲，即个人其实对即段历史无特别的感情，伊对即个语言嘛无特别的热情，伊就是干那是因为参加即个活动，刷了来做即个画本，也画甲真好。其实画甲真好，就是一种成功啦。伊即摆安尼的想法，无表示讲伊以后袂受到影响，变做促使他变成一个他自己转变的一个可能性，这毋知。即摆是毋知，不过我真着惊讲哇！咱市面上即款画本，画甲安尼，佫敢亲像足热情的，当有得到一寡曝光的机会，安尼，佫有得到波隆纳奖等等的，结果落尾其实伊台语嘛无通，佫对即个历史嘛无特别热情，是参加活动的关系，安尼。毋过总是伊的图甲文是真受到即寡家长的欢迎，咱就爱来想讲是为虾米啊？嘿，因为愈来愈侪人会当关心即个议题是好的。对啊，我是还袂看过迄本啦吼，就讲即种方式是成功但是就是是毋是还佫有上尾一个爱去看的点，就是伊的迄个文字啦，当然伊的图啥拢做好，但是文字的迄个规个所呈现的，敢有某一种偏向的角度啦，就是讲因为历史的角度当然会当做一种嘿，但是就是讲有时有某一寡亲像有个人过去咧批评《毕竟城市》迄个电影，就是可能会感觉讲伊讲干若较安怎刻板的，什么吼，迄类的，就是讲。这是角度的问题，佮另外啦，若无就好啦。若讲就拢吼，就是互你有兴趣，也是想要去。因为是台文。华文不要紧啦，华文、台文那是另外。所以就是讲迄个，有时是讲你要用较成人来看的角度包装这一回事，但是你要呈现的主观，也是讲你的咧讲的角度，吼，迄个另外一个代志啦，嘿。像有时就是惊讲促销足成功，毋过角度反正有寡问题。若无即个问题，当然拢 OK 啊。角度较问题是什么？给台湾囡仔的少年
少年历史，我顶摆咧小朋友咧讲的迄本完全烂透。什么人写？什么人？有一个主播，什么出版社？啊，主播。对。啊。我觉得主播来讲一些经历，然后它里面的图片通过维基百科，我干嘛买一本？里面的图片全部维基百科，我要气死我！复评，你听，是哦。大量复评。我无在家庭，我无全部改修。哦。呀，所以这本吼，我是要互恁知影讲，其实是作文字作者本身，这是当然伊有伊的用心，但是我感觉伫后壁迄个规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即个画图者啦，互我感觉因为即个主题其实有的人无想要画，所以其实阮捌问过无共的画图者，其实无一定人要画。啊，当然无一定人要画，无一定是意识关系，可能是伊感觉伊对即个主题无熟，吼，伊可能感觉对即个代志无了解，等等啦吼。但是就是讲，其实肯画的人真正无一定介济，啊，而且真正足开时间，比其他迄几本来讲，开较济时间，所以伊头起先伊嘛无啥敢甲阮确定讲当时画出来。啊，阮嘛是想讲不要紧，这较特殊就是互伊时间，所以阮其实即本拖足久。一方面也是因为伊搁去找资料，伊希望画出来就是咱怎讲的写实啦，所以伊希望就是讲拢完全就是当初遐的画面看会当真实呈现无，但是伊搁当然嘛有顾虑讲无希望伤过，免哪讲，咱咧讲会使也好，啥物也好，迄种的是讲伤过，伊当初有做者考虑就对啊，所以落尾嘛是画足久了才画出来，嘿，开足者时间，因为伊碰是伫咧迄个，伊捌有一段时间是，我拄仔讲的战争和平纪念馆吼内面工作人员，嘛有一段时间咧做迄个在地文书的一寡工课，所以迄个工课伊其实等于讲，伊等于是全职上班以外时间来画啦，嘿啊，所以是，就是即本真正是，真适合大人看。适合大人看吼。是第4本的，就是大人讲这个禁闭。啊，对啦，有的人是安尼解读啦，嘿啦，就讲历史甲政治敢有法度分割，基本上是无法度分割的啦，嘿，无法度分割的。咱即摆看会到的历史，其实完全是政治，就是某一寡政治的即个人物吼，因的迄个较有生出这个历史甚至过去中国的历史，就是皇帝的历史，就是在写史的人因的观点的历史，无一定是人民的历史啦。所以这是历史甲政治无法度脱离关系啦，吼。好。像迄个黄玉文讲，我讲，有遮侪题材嘛，你是安怎拣即个较有争议的？因为你讲即个一定有争议的嘛，一定有人讲你是某一种观点。毋过伊甲引用伊的故事甲伊包装，你会当讲伊是一个教育的故事，还是你要看他故事后面的故事这样子，就变做个。加一站变成说，亲像咱来去看迄个有人批评迄罗马高的电影，就是包装甲伤过包装。我感觉迄个黄玉文的伊的册嘛是安尼，毋过安尼就是有效罗马高就是大家当遮做当看。我感觉迄是另外一种。对啦，这看你要对倒一个角度去迄落啦吼。亲像有的人就亲像你拄仔讲的罗马高，就有的人感觉无够写实，嘿。一定爱迄个满清10大酷刑，真假。好啦，所以这本是较特殊的叫性绘本啦吼。阮迄当阵就想讲，邀请迄个228相关团体的长辈来写一个啦吼。然后迄个啥除了 Freddy 以外，即个嘛是咱迄个台语家庭的妈妈啦吼，嘿敢有人有熟悉的哪一家？吼，伊嘛是一个迄个和音歌手吼，定甲足侪歌手和音的，嘿迄个反正嘛是一个歌手就对啦吼，嘿拄仔好，伊嘛是来上读写班啦，吼，拄仔好，伊即个读写班，伊原来是即个写袂少袂歹物件，我想讲，佮拄仔好知影伊家乡人，我想讲伊嘛来写一安尼，嘿，
即个当然高雄也是我的故乡啦，啊，所以就是讲，即个高雄228即个主题，对我来讲啊，过去啊，吼，我是透过迄个张彦宪教授吼，伊早期吼有找足侪无共款的学者去做伙口述，就是访谈啊，做口述历史。我其实较清楚的去了解各地的228，是透过张彦宪教授的遐个口述历史，因为伊吼什物家己什物人工哈。因为张彦宪教授吼，伊是真可惜吼，嘛是无讲介老就过身吼啊。伊即个张教授，伊长期有担任即个530基金会的执行长，搁啥物职务啦吼啊，所以就是讲，假使若是市面上较找无伊的物件，可能会当找530基金会啦，嘿。应该啊，搁加减有啦，也是图书馆应该少有啦。就张彦宪教授去甲无共的学者吼，做伙去做各管区的228，算做讲家属啦吼，迄个访谈口述吼，像台北的，伊敢若有做南港有一本啊。我袂记即个有单独叫做台北的，我敢会记只有南港的，吼啊，就是讲伊的迄个口述历史吼，虽然伊因迄当阵，因为迄是足早期吼，足早期咧做诶迄个口述历史，所以虽然是足早期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当初遐受难者足还阁算多数，还阁有伫咧吼，啊伊就家己采录家访谈啊。迄个，所以因的口碑其实有袂少台语的。当然，迄当阵因袂晓用台文啦。毋过你看会出来，伊的对话是要用台语讲的。伊有一寡留一寡记录就对啦。所以我是较完整，也是讲比较会当较实际去知影各地一寡 case 的状况，其实是透过张教授的迄个口述历史吼。当然还阁有看真侪其他的啦。毋过迄波吼，我一直感觉就是要留伫身躯边啊，就是感觉就是足宝贵的一个口述的迄个，高雄的部分其实是看伊的迄个访谈有知影一部分啦，落尾阁有看其他的册，反正就是讲对即个高雄的事件，其实是相对甲其他县市比啦吼，就是较严重、较凄惨的，因为伊迄个。算做国民党伫遐的做法，吼，就对不管民意代表，还是讲地方的头人，吼，甲迄个一般无辜的民众，其实就是拢有无共程度的迄个杀害就对啦，吼所以就是伫规个台湾来比啦，高雄算较惨烈的啦，较凄惨的，对所以即摆若准讲恁有迄个高雄的亲戚朋友吼，就是讲。因若主讲知影，伊可能会甲你讲，就亲像内面有写着一寡所在，还阁有保留当初的一寡迄个讲叫时阵的庆之康，比如讲乡中啊，还是讲像迄个即摆高雄历史博物馆有一寡，就是当初的迄个状况所留来一寡物件，还阁有伫遐安尼，所以就是。当然，这个本身是叮当啦，就是这个历史的，伊是因为作者本身伊是本来就要写实的，所以伊就是写实，只是讲因为阮当初有规定这个字数莫超过偌济，所以阮这个物件看起来虽然是比其他迄几本可能字较济，但是嘛是因为当初字数限制，伊嘛是算尽量简化啦。毋过伊简化的过程伊有雕工啦，要甲迄个一寡。当初迄个事件内底，国民党遐个人的名，伊就是强调讲要保持华语发音，无爱改台语发音。这啥哪要坚持安尼？我毋知影你有法度想象无？这当然是作者的坚持啦，但我嘛是有道理啦。虽然一般人可能袂安尼坚持，就是讲诚意就是诚意，
无需要甲改做单字。啊，伊即个当初的坚持有，你会当讲较明显的，就是讲安那，就中国人啊，中国人你着中国发音嘛，中国话发音就好啊。所以习近平就习近平啊，毛泽东就毛泽东啊，即类的啦，就是讲伊认为讲这无需要改做台语，但这是一个角度啦。另外一个角度当然是不屑啦，不屑就讲阮这语言袂瘾，甲你翻迄个名变做阮的语言啦，这是另外一个作者的坚持啦。但是当然第一个坚持，较大部分会当接受嘛，就是讲。伊就啥物人，比如讲，伊就是日本人，你就用日本发音，日语发音的名就好。伊啥物美国人、英国人，你英语发音就好啊。就有个人是用即款迄个原则去想啊。所以内底录音嘛是变做就是照安尼，就是迄个部分就无去翻。好但是要安怎伫真有限的迄个字数来甲遮个物件讲互清楚，其实嘛。无法度啦，其实是无法度讲到足斟酌，毋过大概有甲重点，就是写出来。当初讲倒一寡文字要画图，嘛是讨论真久啦，就是要画啥物，就讲你遮尔侪字内底，你取啥物货来画，你看日本是数字有压缩的咧。呀，甲迄个绘本的观念无共对啦，嘿啊。不过开始伊的图是较有艺术性。这图嘛较大。对啊，大人看对啊。嘛，伊当初就是要写诗啦。之前我带囡仔去即个所在参观的时阵，伊迄二楼拢有摆，伊即个建筑本身是就是一个历史的建筑。对。佮二楼时阵都有摆迄个纪录馆模型。模型嘿。你着安尼饲就有光嘛，囡仔伊嘛看无字嘛，有三行看无伊就饲安尼有光安尼。我上细一个来看，规个拢是迄落红枪杀的，就是竞赛，咱拢西人，西人在手他做的模型。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就是虽然说你也知道说这个是真实历史的呈现，你讲伊抑讲真水你用啥物角度去解说讲这是假去，捌真正发生的代志，安尼，所以就为了一时会让你搞因为真水就是遐个图面就是咧讲迄假去真水真听讲伊即个顶管是青色，毋过伊即马拢蜡色，所以即个也是淡薄仔青色。迄历史建筑，大家若以后有去高雄，则去迄个高雄历史博物馆参观一下。好所以咱来看这就是第一啦好来，咱共看无咱照顺序好英先来好1945年，日本昭和23年，是台湾伫日本时代的上尾当。第二摆的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伫台湾的日本军队甲日本人，拢互人赶转去家己的国家。来，咱讲引一个啦就是伊咧讲迄个公元的年的时阵拄则阿英读的是一种读法，就是即四个即是讲数字啦拢总甲连起来，这是一种读法。有的人是甲伊拆做两部分讲。所谓两部分讲，就是9、5跟5先莫讲年啦先讲数字来讲，就是讲四字连做伙读的读法，就是你拄仔讲的1945安尼就是拢总连起来，前三个拢变调。另外一个读法就是19459无变，这9无变。然后全部拢文言音，就是讲读公元的年，即个四个字的数字的时阵的读法，基本上是文言音。你若要读白话音，就是甲伊当做1945安尼来讲。若要读白话，就1945。这是教会咧讲公元年的时阵会惯势讲2000偌济安尼所以你若是要用迄个白话的方式，就是甲伊当做数字安尼，就是1945的读法。
吼啊若4字尔，就是用文言音的读法，啊但是文言音就是看你这个九要变还是无爱变，因为有的人是。检测因为音节较惯是两个音节，这嘛可能。啊，另外一个可能是要照讲哦，啊，着什物几世纪，也是讲几迄个册单来迄个，所以嘛无，即摆这无统计啦，毋知影到底为虾米吼。不过就是讲两个音节，这啊有人安尼读吼。好，啊，另外就是即个嘛是用文言音吼，即个嘿。然后咱若是用一般会讲，譬如讲安尼，字词，这个词袂变。啊，然后则个简化字阵，吼，也是有个人用中阵，吼，有个人用中阵来讲。吼，这是讲安怎读啦吼。啊，迄个好，日本时代这嘛是吼，真正有足侪人咧争议的艺术啦。吼，因为真正有人用过即个讲法嘛，啊嘛有人用过即个讲法嘛，对吧？吼。一个就是讲所谓的中性啦吼，啊一个就是讲即个字吼，伊的意思是啥啦？日本统治这嘛是算日本时代的意思啦。日本统治本来就日本统治啊，无你要讲什么人统治吼？啊，即个较有问题是因为即个字是啥物意思？嘿，占领。这问题毋是伊占领啊，就是这真正，我就是讲，啥物是占领？占领就是拢即个喏呢，国民党才是占领啦。因为国民党政府来，伊无先甲你拍一个即个什物，不管是迄个契约也好，吼和平条约也好，还是啥物会也好，不管啦，伊拢完全无啊。伊就是来啊，我就是来。啊，无你要安怎，我就是来，安尼吼啊，所以就是占领意思就是讲，无经过什物协调啦，吼，也是讲咱来讲什物条约啥拢无嘛，吼啊，所以占领啥怎记啊，啥怎过去拢会用记，就是因为对国民党的史官，因就认为迄叫做占领，吼啊。但是落尾啥怎，迄就是教材会用字。迄当中有一寡历史学者咧讨论讲，吼，什物字数安怎改，吼，就是这嘛其中一个啦，吼。所以落尾若毋是用即个统治即个，啊无就是用即个，吼。啊，当然你若华文较大部分可能拢写安尼啦，啊，较台文的可能会用安尼，吼。啊，意思其实这两个统治也是时代这意思共款，啊，即个是较无共款，就是占领的意思，吼。对啊，所以这语词吼嘛是会去讲到底要用啥吼啊，比如讲日本昭和几年这个问题，因为迄个1945这个时代，就是进前一寡历史学者咧讲台湾史的时阵，拢会讲到讲台湾人伫个空白期，就是讲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无人统治的，无政府的，迄个时代吼。其实是无出啥物代志的，就是讲虽然看起来无一个政府，无一个统治者，毋过就是有人认为讲是因为日本时代的即个习惯留落来，就是讲自律啦，还是讲公德心啦，还是啥物？有个人是认为这是日本时代教育所造成啦吼。啊，不管是毋是，就是讲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安尼，所以有个人就是感觉。迄段时间应该嘛来拍电影，因为迄段时间其实是足微妙的一段时间，嘿，并无啥物大乱嘛，无出啥物代志，但是台湾人嘛无想着讲要起来家己做政府，还是讲要家己来画啥物要道理要建构要啥物拢无，就是安尼继续过日子安尼。所以有个人认为迄段时间其实是。就是讲，嘛会当讲是一个时机无去把握，嘛有人讲就是表现出讲，迄个台湾人其实是会当家己管理家己，无需要外口啥物人来管理，就是会当家己
管理的，只是无去做政府安尼，无去家己想讲哦，我即摆来啥物人做啥物，做啥物人做啥物的即个公共的事务的迄种分配有无？吼，好啊，所以1945伊佫调讲讲交河是安怎？就是因为迄个时间对互日本统治50年的台湾人来讲，迄个年过就是交河啊。颠倒是，即摆毋是有时啊，咱去看一寡什物古迹啊，一寡什物所在的时阵，伊若准讲迄个石碑啊，还是什物介绍啊，吼，譬如讲民国元年，还是民国5年的时阵有无吼？就是迄个写法，就是一个历史上真奇怪，对台湾人来讲是足奇怪的写法，就是迄个时代其实是大正啊。就是迄个所谓的民国几年、元年、5年什么几年，迄个时代其实对日本、对台湾人来讲，迄个时代是大正几年嘛。但是即马的史观啊，准讲毋是去看用台湾当初的角度、当初的历史的角度去讲来讲，就会想讲，对啊，对即马来讲是民国。但是你若对迄个时代的台湾来讲，无所谓民国，民国是啥物货毋知。嘿啊，所以这是一个是安怎才会挑工要写交河是，还袂完全脱离日本时代迄个感觉啦。台湾人来讲，抑阁是交河，吼，好啊，所以，日本军队日本人互赶转去。迄当阵嘛是有人会，就讲对落尾历史学者来讲嘛是有人会讲，迄个时阵的日本人哪会遮尔好讲话，拢无讲要求啥，啊，就是讲就所谓的战败嘛，所谓的战败，敢若袂输讲我会当平安转去我家己的母国就真好啊，嘛袂去想讲我应该要求啥，爱摕啥物货，所以等于讲迄当阵是本来有诶拢袂使炸嘛。嘿，就是就安尼转去啊，就安尼乖乖转去啊，所以伊咧写，你看伊画即个图吼，即个图你甲看伊是即个衫看起来是啥物货？李军兵，这是军衫呢，但是伊就是敢若会当炸一寡家己的身躯边的物件尔，其他拢袂当炸。钱应该嘛有限制嘛，迄当阵嘛有讲钱敢若会当炸偌济。对。进货啊，主笔，放伊转去。好，所以就是咱看迄个来继续吼，第2页，走去对，就是即个哈，对。民国为主的联军决定和中华民国政府代理台湾，代表接受日本的投降。台湾人民听讲中华民国要来台湾，毋知日子敢会较好过。好，即个时阵落尾就有人咧怪美国啊，有无？对。但是问题是台湾人家己其实嘛无啥去讲话啦，就是讲无啥去主张讲要安怎，无互人听着讲台湾人要安怎，好所谓暂时代理，结果就是。来，过来。台湾人真故意用办喜事的心情来欢迎中华民国政府，毋过欢迎的布条啊，刷甲中华民国的国旗印德饼，印吗？是念印吗？印吗？吼，印德饼。欢迎哦，爱有歌音迎欢迎欢迎，这是文言音迎这个伊印德饼对，就是这个形对，因为就是大家毋知影到底是安怎，所以讲伫迄进前真正是，其实这是一个足对事后看，我是感觉一个足奇妙的代志嘛，足奇怪的代志，就是讲，即个完全其实毋知影是啥，就欢迎啊。当然有个人检查过去日本时代有去中国过，有你小可了解遐的一寡物件，毋是讲完全无啦，但是迄是足少数的知识分子尔。基本上其他大部分台湾人是完全毋知迄是啥物货，所以
倒变也好吼，还是讲写字写毋对也好，这拢正常啦。但是上主要是语言袂通。其实有足侪冲突是对语言袂通开始的，完全无法度沟通，完全毋知咧讲啥。嘛无翻译，无啥。无人通翻吗？就是讲足少数人捌去过中国嘛，算做讲有捌学淡薄仔华语，这是足少数的少数，无几个人啦。系啊，所以有个人当然伊华语、日语会通，但是迄种就是占比例足少啦，台湾人内底，所以迄个大部分你就是拄着听落就对。你拄着一个国民政府的人来讲，不管你拄着什物款人，就是以台湾人较侪人拢无了解即个语言，毋知影迄是啥物货的状况下，嘿，迄是就亲像迄毕竟城市嘛有演着一点点嘛，就是其实是听无。听无做到误会嘛，系啊，所以冲突。日本时代，日本人来时阵嘛是有经过即个，应该嘛是经过即个时期啦，就是讲啥听无的时期啊。对，但是问题日本人伊就是为着要实名的企图心足强，所以伊就是先来研究台湾的足侪物件，包含语言在内啊。伊历史地理先去研究甲了解，先去要知影足侪台湾的啥物代志，包含你有啥物产业，我会通对伊遮比如插树仔啦，我要摕绿皮，我要摕啥物货等等啦就讲迄产业也好，语言、历史、文化，因拢足彻底研究啦，所以这是无啥共款，就是这两个民族是无共款的迄种想法啦所以。当然嘛，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迄但是因为因就认为讲来遮应该要了解遮物件、学遮物件，所以日本人的态度等于是伊就是一定要来研究，一定要来了解，所以伊嘛是当时要来学。所以日本人学台语，我嘛感觉我教过日本学生学台语学足紧的，就是我教过无共款年岁，不管是日本学者也好，日本的迄个交学生，还是讲来迄个台读册是。清华嘛，共款，就是讲，有嘛可能是咱台语、日语中间的一寡共通性啦，无一寡一寡有一寡迄个英美迄个啦嘛有可能是因的研究正是毋知影，反正就是讲，因比其他国家的，我是感觉真正比起来学加足紧。是韩国咧，因为足侪人讲台语。韩国我感觉小可较无遐紧咯，应该讲差足侪，因为可能是韩国迄个录音的问题，因为韩国伊差不无录音。所以因录音无法度像日语日本人讲遐尼顺，可能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我要分享一个，如果较早在咧读大学的时阵，就是咧做介绍，正常的介绍，就是有一摆有一个日本人，迄阵时我会当讲，然后讲袂安怎，演技嘛无好安尼，结果伊就甲我讲，不要紧，你讲台语我听。我想讲讲真实的，我袂真正教者我会当讲台语，所以我就用台语来介绍。对，我是毋知影，其實因為伊其實有一個人陪伊做伙啦，我毋知影落伙伊到底是聽有無聽無，就是感覺就低調的，迄當陣。像迄個日本的出版社，因出足侪無共語言的教材，華語足侪以外台語嘛袂少，就是佇日本的出版社。伊会出遐侪種，一定是日本的有相當的市場啦，無袂講出遐侪本。完生有啥？弯生嘛是，但是弯生应该愈来愈迄落啊。完生嘛有呢，有迄落用日語學台灣話迄個冊。而且日本人就日本人不管看迄娛樂節目的時陣，因講到台灣人嘛是講台灣語。對啊，台灣語。出來的時陣伊會寫台灣，我想講你毋知影台灣，是講台灣語的就少。你用台語保存了上好是本唔不可以。因的观念就是台湾人讲台湾语。台湾语这个事，就是对日本时代开始的，所以嘛会当讲是日本人替台湾人号的一个名啦。就是讲来到台湾，伊就先大概的了解了，发现讲这都拢讲这种话，这种话就是台湾语啊，所以伊就甲台语就直接用台湾语来讲，就是因为因去调查的结果就是。都四国拢即种人啊，四国拢讲即种话啊，
所以这个词真趣味，就是其实是日本人学的。啊嘛是因为是日本人学，所以有的人反对。哦，就讲咱哪会着爱用日本人甲咱学的名，咱哪有需要？啊，这是问题，就是讲啊，这就是表示当初迄个年代，四季拢是讲即种话。所以台湾语、台湾话，吼，即个词，吼，用台湾，因为伊是台湾语嘛，就是用语啦，吼，语啊、语啊，吼，对。吼，啊，咱当然是讲话啦，吼，毋过台语、台语吼，也是共款啦，吼，所以话语拢共款，吼，好啊，所以就是日本时代确实是有甲当初的台湾人的一寡习惯做调整啦，这确实是有啦，嘿，我即马回想起来吼，阮阿公迄当阵还阁伫咧时阵啊，伊是日本教育嘛，吼啊，阮阿公阿嬷拢日本教育，啊，而且阿公算是受较悬教育的，吼，因为伊就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系，伊算是少数一个台湾吼的学生会当读，迄个时代啦，迄个时代会当读的其中的啊，所以我对，就讲伊的迄个生活方式，我看起来就是咱落尾会感觉讲叫做日本新书啦，就是迄种型的，吼。啊，我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伊拢会甲迄个过时的腊日啊，古早咱咧用腊日，迄个长辈用的拢是迄个，一缸一夜迄种吼，安尼贴嘛。啊，我真印象真深，就是伊逐摆若贴迄腊日起来，啊，伊就是，譬如讲遮大张来讲，伊就是。拗甲足顶真诶，安尼拗起来安那啊，足细字安尼拆，拢安尼敢若袂输用加安尼，足细字拆来了后，做废纸用啦。但是迄个，我意思讲，伊会去足顶真甲伊安怎切安怎挂吼，应该是讲敢若用拗会拆安尼啦，嘿啊，然后就安尼细张要做废纸用，啊，就是每一张拢安尼处理，嘿啊，就是伊迄种生活方式。我落尾慢慢啊回想会感觉讲，就是迄就是日本教育的其中的影响啦，就是拢足顶真啊，足收时间吼，比如几点爱安怎，几点爱安怎啊，足这种细节生活上的细节啦，拢足顶真的就对啦，嘿啊，迄个比如讲伊要读册吼。真正伊就是，我嘛毋知伊迄当中敢若无用乱情啊咧，但是伊就是会讲30分钟就起来一个，就是讲就哈，你讲迄时阵已经咧番茄钟啊咧，番茄钟学习法，哦是哦，是一种蛤蟆豆的形啊，啊伊会使一摆存25分钟，你就是直接做25分钟的工作，开始叫25分钟。对啊，但是我印象伊敢若嘛无用乱情啊，啊哪会有法度安尼我嘛毋知，啊是讲伊咧注意看壁顶的时间我毋知，反正伊就是差不多做定时的，就是伊就是啥物时间要创啥，啥物时间要创啥，啊几点困，几点起来，几点创啥，骑迄落迄古早迄种空明车，就是迄个较大台，啊后壁有一个足大迄个架啊迄种啊，嘿，骑迄去上班。而且反正迄就是伊的交通工具。嘛应该骑得足真济。对，地无啊，无啊，敢若无看过地无啊，但是对啦，服装就是做闭杂安尼啦，系啊，就是足顶真的生活上的细节，做闭杂，这考试的考，认证的考，做闭杂，这已经考过足侪摆啊，但是这个词出现伫咧认证足侪摆啊。选着题，选着题。对啊，就是意思就是整齐啦、端庄啦，吼，啊创甲足好势安尼啦，这叫做装闭杂。哇，这个真正足巧克的，就是刻漏字啊，好，什物选着题、阅读测验，哦，也是迄个什物，你若是有知着写作，还是写这个词吼，一定分数会加较低啦，嘿。这个是恁啊，
啊，毋过迄汉字我无啥把，因为我写的是汉字有写记无啥会调，毋知敢是安尼，我毋知记毋对啊。因为迄个罗马字的是无问题，但是汉字我写无把红吼，无够熟啦。敢是安尼？恁咱则查者，因为你啊手机啊数字应该就看会出来，笔札吼，反正汉字毋对。诶，对啊，是对啊，毋对？对啊，啊咧，佫定人对吼。因为这汉起来哦，足歹去的，吼，反正你穿甲足笔杂，有些是用罗马字出现哦，迄选着题捌出现，无互你看汉字，就是看安尼哦，拢有啦，汉字嘛捌考过，啊罗马字嘛捌考过，吼，比如讲哦，就像你拄仔讲的例句，啊你要去面试，你要穿甲骹，然后就要互你填讲倒一个数，吼。对啊，这嘛是愈来愈少人讲啦吼。你问你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叔阿婶、阿啥物话，你问看嘛？哈？你讲啥？你小到讲闹钟，讲闹。乱情啊！我拢是讲乱情啊。乱情啊！要甲你乱的啊！要甲你乱的。无啦，无共啊，无共啊。即摆是讲，有爱有乱情啊功能的，无一定逐个拢有的。所以无人讲脑筋，嘛是有啦，嘛是有啦，但是有时啊，你若是讲闹情啊、甲乱情啊，你会晓用乱情啊，人会感觉你程度搁较悬啦。虽然毋是一定安尼啦，但是就是讲，互人的感觉啦，就是讲你若晓讲笔杂，哦，人就讲哦，结果其实这不过是生活中一个，其实是嘛无讲足特别的事呢。其实讲起来这嘛无算足特别的事。迄就是因为流失啦，就是因为愈来愈流失去啊。恁问你的长辈，应该是还阁问会着啦，可能爱超过8十的。可能爱超过8十的，即马吼8十以下嘛无一定知哦，因为8十以下华语足老的有无？8十以上嘛，拢华语拢会晓啦，但是就是讲比较起来，迄练长度有无吼？嘿，可能爱找8十以上。讲着笔就是假啊。哈？什么讲着啥？毋是迄无共啊，迄个是迄个第3条的啦，迄是必须的必，必必的必，哦啊。但是迄个必抢的必，敢若嘛是这字，你看嘛，敢若嘛是这字。啊，对啦，赛后爸比的比，必抢的必，敢是这字啊？是，敢若是哦，面色安尼。必抢的必是怎么翻成中文讲的？折哦，敢是折？卷袖子哦。汉字应该怎么写？卷袖，用笔，用笔看嘛，敢是卷？你奈无迄个？人应该拢会识。笔的上面放那啊，看有无迄个较准？上面放有必出，对啦，必出对吼。啊，你看台字嘛是写笔杂，但是汉字无共嘛。我是讲台字迄个，台字迄个。笔杂吼，啊，伊是用汉字无共，嘛是即个。所以讲笔杂就是日本时代以前就有咧讲的，所以台字图书店才会有啦，吼。所以你若看有时啊查书店若查着台字有诶有啊吼，伊若无甲你注明文言音诶，应该就是日本时代以前诶社会就有咧讲诶字数啦。因为时间吼，守时间这个观念，也是讲这个什么时间做啥这个观念，吼啊，所谓的卫生吼，安怎处理卫生？因为日本人来，其实拄开始足无关系遮个气候，感觉足湿啦、热啦，吼啊，足侪什么白虫害啦，有诶无诶传染病啥迄种，所以日本人来，因为着家己诶安全，因就是爱甲所有吼卫生无好诶部分，也是习惯啥爱改变，也是讲你爱摒水沟啊好啊，是讲你爱注重个人诶生活诶什么货也好，就是因着爱做足侪即方面，伊其实就是为着
统治嘛，为着家己因日本人的迄个健康的考虑，因为其实早期有袂少日本人就是袂适应遮的迄个，就是水土不服死的，嘿，就是落屎啊，什物过身去，所以大起就讲，日本人来时阵看到台湾人甲猪仔混做伙，就是低调，面层里面顶啊，下骹是猪仔，佫有鸡仔咧。嘿有诶，嘿，鸡啊、猪啊，迄种。日本人无法度接受，伊哦爱处罚，就是若是关做伙、混做伙爱处罚，一定爱分开。到港要可以进出，啊，问他继续要啥？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开始是有一寡生活习惯是对日本时代做大改变啦，吼啊。所以原来也袂少人感觉讲日本时代有真侪所谓的建设，还是所谓的好的部分是安尼来的啦。就是讲是安怎会互人感觉所谓部分的人怀念，还是讲部分人感觉讲哦但是会怀念，其实除了真正有捌亲身感觉讲哦，遐什物有利的部分以外，其实较主要嘛是国民党政府来了后的对比。其实若无即个对比嘛，袂遐强烈啦。就是因为有迄个对比迄个台湾人，像我听一寡长辈、阿公阿嬷迄辈的人咧讲，因就是真正完全头壳内无法度想象讲，啥物国民党政府来的时阵是迄种型的，就是咱后壁会讲着，吼，比如敢毋是正牙的，啥物大家穿甲咧，莫讲比早，就是连迄个，就是做冷烂啦，吼，冷烂搁迄个破衫，吼看起来迄个派穿草鞋啦，派什物货啊，就是迄种，就是对迄个互日本人统治过的台湾人角度去看，迄当阵的国民党政府兵啊，就是无法度想象，这若是正牙的，嘛落尾无法度想象的，就是除了语言袂通以外，就是迄个现代化的迄个骹步差伤济，就是讲。对因来看，国民党政府遐个兵啊，就是无法度想象讲，因为落尾因开始有一寡抢劫啦、抢物件遐个代志的时阵，因包含抢水道头，抢水道头这点就是台湾人做袂当理解甲接受的，因为就是所谓的抢，就是比如买物件，但是结果甲你退去无纳钱，这也是一种啦吼，直接甲恁兜物件摕走，遐一种。但是即摆抢水道头了后，因无法度接受的就是。遐个兵啊，走转来理论，讲啥物我这水道头倒无水，你爱赔我，就是你卖我水道头来讲，顺顺我甲你卖，你互我水道头啥物倒来无水，你的水道头是歹的，你爱赔我。无倒水讲啊。就是因无法度理解啊。伊想讲水道头倒了，就爱有水啊。你知影意思无？就是迄个时代的迄个现代化的差异是无法度想象的，嘿，就是，所以就是，你讲挤水就挤水嘛，但是因就想讲，就是应该是插了就有水，对，嘿，插了应该爱有水，所以就是迄个时阵有做者即种例啦，就讲生活上的一寡吼，迄抢劫迄种卖讲，就讲迄种观念，也是讲迄个。有受过一寡现代化的教育，也是讲迄个对一寡代志的理解等等，其实迄落差嘛足大。嘿互迄当阵的台湾人，咱的长辈无法度理解讲，因哪会是即款想法，也是讲因哪会认为即个物件是安尼，就是完全无法度想象啊，迄差伤济。所以迄个语言的无通以外，佫有即类的即种。因是落尾讲叫做文化冲突啦，就是嘿，就造成迄个足大的 shock 对，嘿，就是 shock， 嘿，完全无法度去解说安尼吼。好，来个继续啦吼，所以就是讲伫咧即个是讲日子敢会较好过了，来咱即话换你吼，是不是？一定换你啊，哦，好来。无偌久，台湾人就发觉中华民国派来的人。不管是官员也是兵仔，毋拿水准低，素质歹，而且搁定定压迫，是毋是推脱是无？推脱吞踏台湾人，规个社会的环境变甲真恶得生存。吞踏吼。
吞大，敢有用过？无，所以讲就是糟蹋的意思啦，吼。好，啊，这是发茧啦，吼，发茧啥物货？有人是发现完发茧啦，吼。这茧用文言音吼，发茧啥物货安尼，吼。好。吼，啊，所谓的毋捌字兼无卫生，就是咧讲这啦，吼。毋捌字兼无卫生，嘿。因为中国人吼，因为四过配痰嘛，四过配痰，吼啊，这伫咧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已经算做可能古早有落尾就无啊，就是讲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即类的啦，吼，嘿啊，所以这嘛是就是生活习惯，吼啊，真恶伫生存，即个恶，咱之前敢若捌讲过吼，即个恶，恶意生存，足恶的，吼，足恶，恶就是啥物意思？困难。好。啊，共款，你若是讲困难，就无啥物水准啦。你就要讲作哦，啊，会感觉哦。啊，其实嘛是无讲较外深，这嘛足口语的啦。但是即马嘛愈来愈无听着啦吼。对，大家拢讲足烂的有无？足烂的，足烂的。嘿，对啦。台湾就其实吼，足难是安尼啦，就是讲伊即个汉字吼，以早捌有互人就是用来写歌词、写啥物作品也好，就是讲是写即字，但是要叫你读即个音，你知影意思无？其实足侪民间的作品拢有即种状况，伊写即字其实要叫你读即个音，所以迄个啥歌词，迄文学唱的就是安尼啊。你若看歌本，伊会写安尼。应该是写较完整是安尼。吼，歌词有即句。就是恶有的目屎。对，口语是安尼讲，但是即马有即个有的人是安尼唱。男友的。对，但是安尼就足无迄个口语啦，口语是恶有啦，吼，口语是恶有，足恶有的啦，吼，这是足口语的，足白话，啊，有的人用文言音去唱，吼，等下，即个是安尼啦，哦，应该是安尼，因为伊唱起来是安尼啦。阮迄唱的是男儿的，有目屎，啊，你若变做哇，男儿的，这个，哎呀，这个嘛是有人唱安尼啦，对，所以唱起来就有小可好笑安尼，吼。